侬呢？我想下的，每家感觉太自私啦。我感觉想嘛啊，只管要有的不是要有的女朋友很多诶。我讲好多也没好的，我一得当个嘛，两个一上自己是都只管了都是知道。两个一上在正在要面对我到了才的慢的话，大家给到啦。如果要搞得女朋友是搞得不还大知道到那么你打工得到嘞。对，太不到了，自己是太自私了。都只想一会儿被搞不你干涉，我最近长辈正在想你不到一下，然后就讲你打没到了，没就两个月上的自己。都正在比较搞不，都是低价了吧比较搞不，我知道我嘛阿妈，你帮到人生好多人生呢，干哪我一对嘛，我是想你啊，东哥们自己是，两个月上有碰过你名字没你的，哎呀，手上人家不呀，太气煞了。